好来，乡亲啊，继续来关心其他的新闻。阁有一款这个糖尿病的药啊，验出有微量的致癌物。生产这味药啊的实全实业药品公司自行来通报着食药署，食药署爱这业者伫4月11之前，甲1600万粒有问题的药啊全部来回收。讲全台湾有超过200万的糖尿病患者的其中的一半以上，都是拢使用这款的药啊。 这款靠糖反式定500毫克是糖尿病患者用来控制血糖的一线用药。食药署公布业者自主通报讲，这款药啊验出有微量的致癌物 NDMA， 所以讲袂使个卖验。Metformin 的话，大概是65岁以下糖尿病患的第一线用药。那全台湾大概有227万的这个糖尿病病患，那大概就是说有一半以上可能都用含有这种成分的单方或复方的这个药品。 虽然药厂讲这款药的原料无问题，不过做药了后，却验出有微量的致癌物。食药署讲嘛唔知伊的原因，不过已经公告必须伫4月11进前回收1600万粒的药啊。是讲药无纯，发生有争议，已经唔是头一摆啊。 这个 Metformin， 我108年9月就呼吁了，到现在还是好像在这种慢慢的一件一件的，然后来下架。 那我是觉得，我们食药署对我们民众的一个用药安全把关，目前在这个法规部分其实还不够严谨。食药署公布，这个规范将延续去年的规定，药品无纯的 NDMA 必须袂使超过1%，那超过就袂使出产。全台有超过200万名糖尿病患者，即摆发生相比药有问题。病患的烦恼讲，无药通食，代加医科医生提出建议。 多种药厂有发生NDMA 的不纯物事件嘛，所以应该也有很多药厂都还有很纯的，没有一些杂质的，所以你只要跟医生在做讨论，换一下药就可以了。提醒有伫食药的乡亲，唔通家己停药啊，要赶紧去会诊，甲医生讨论一下。